Hello，大家好啊，我叫 Sky 啊，好開心又同大家繼續分享啦。咁我哋講翻前面個 part 嘅話題啦。我哋深圳牙科機構咧，大大細細有400幾間咁多嘅喎。香港嘅朋友嚟到我哋深圳機構呢邊咧，咁一般都會存在一個疑問啦。我哋深圳咁多牙科機構，到底我哋選擇邊間先至係最好嘅呢？咁呢邊Sky 就同你講下，我哋深圳牙科機構應該點樣選擇。首先，我哋深圳牙科機構一般通常有3大類型。第一種類型咧就係大型嘅連鎖店。呢種連鎖店咧，通常嚟講，佢係一個非常之店面非常之大嘅一個醫院啦。跟住同埋佢入面嘅醫生好多，仲有佢最重要嘅係連鎖店。喺深圳嘅鋪面起碼有10幾間以上咁樣嘅，呢種叫大型連鎖店。咁其中一個特色咧就係會花錢去打廣告，即係周街都會有佢哋嘅廣告。咁呢個係第一種特色啦。咁第二種類型嘅話咧係一種叫做口碑型嘅機構。呢種口碑型嘅機構係點講呢？首先佢係唔會去花錢打廣告嘅。通常嚟講，佢哋嘅客戶一般都係老客戶介紹過去嘅。呢種口碑型嘅機構呢，一般存在都會有10年或者係20年以上嘅一個老字號鋪頭嚟嘅。而且佢哋入面嘅醫生呢，通常嚟講都係有香港大學畢業嘅博士啦，同埋嗰種北京大學畢業嘅博士啦，亦或者係嗰種四川華西畢業嘅博士啦。呢3大類型嘅博士去開嘅醫院，咁呢種唔叫做高端啦，呢種叫做屬於係比較品質好啲嘅店鋪。咁第3種類型呢，就係一般係一啲普通嘅醫生私人開嘅診所。通常嚟講呢，佢店面呢係可能得1到2個醫生，跟住店面比較細。咁我哋通過綜合嘅分析就可以知道，我哋深圳牙科大概有3大類型。既然我哋嘅香港朋友過嚟呢邊睇牙嘅話呢，選擇機構嗰陣時咧就要慎重再慎重啦。到底我哋係選擇大型連鎖店嘅呢種呢，打廣告嘅，定係話我哋選擇品質好嘅醫生嘅呢種，仍還是話選擇私人診所呢？咁我哋就要睇情況，見仁見智啦。